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邦桥幼稚园，这个月初爆发到群聚的感染，宣告结案。包括幼稚园甲社区大楼，总共有610个人匡列隔离。伫解除隔离进前采检，全部拢是阴性，无来喂到病毒。今仔日解除隔离，指挥中心嘛来宣告讲，这波的危机正式来解除。新北市政府特别派车到检疫所，协助社区的乡亲返去厝。乡亲真欢喜哦，讲好你家在，这个病毒无伫社区来探开，搁来发出讲台湾加油。手挂隔离期间的行李，搁一摆登去到厝内。2礼拜前，这栋社区大楼的民众风通知爱离开，爱到检疫所隔离，和当时紧张烦恼的心情相比，即马真正有卡放松。就还蛮庆幸病毒没有扩散，对，就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我觉得大家人民的心理建设要做好。后来第一件事情是想要做什么？就好好沉淀一下心情吧，一切都很美。对啊，台湾加油！邦桥幼稚园群聚案探到这栋社区大楼，统计有33个人确诊，同时幼稚园的部分先匡列隔离227个人。9月17号采检全部阴性，18号就解除隔离。另外社区大楼匡列隔离人数有383个人，采检结果嘛伫昨下晡出来，全部拢是阴性，所以今仔日透早就解除隔离。新北市府嘛派防疫专车到检疫所和防疫旅馆，把住户全部接转去。你们从哪边回来的？我们是士林检疫所。哦。邦桥幼稚园群聚案宣告告一段落，新北市嘛已经针对社区大楼彻底清消，希望民众经过这场群聚风暴了后，回去到清气的环境，搁出发。